讲到全台湾的病院，目前拢遇到这药师人有较少的情形。这疫情期间呢，这药师是减少20%，已经有真侪大病院引进自动化设备来减少药师的负担。另外，也有病院用加薪水的方式来甲人才留调的。学者是认为讲调整健保制度，还有分级医疗，才会当改善这款的情形。 扫号码了后，荧幕虽显示爱配偌济药仔量，机器兼自动甲药仔款好势。这台药品调配机通节省药师找药的时间，也通降低订单几率。病院药制部有影真无用，药师轮3班相对平整数药局加较硬倒，嘛技术流动率真悬。根据统计，疫情时代药师流失将近20%，不过病患数量却一直增加。这些病院用自动化设备来降低医师的负担。资料的收集。 筛选、检核，咱都当透过这 AI 的资讯来做这件代志。那药师得当清楚在时间那样吼，比如讲我要看一个病人，也要感觉剂量调整啦吼。这 过去咱都要一层一层安尼看。药师的调剂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他要非常专注的工作，那不然他会就是调剂错误这样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就在门急处。 引进了非常多的机器。即摆有科技来帮衬，基比病医表示，一个临床药师得使增加2成病人的照顾量，嘛减少因20分钟的调剂时间。医疗需求愈来愈大，加入药理大学药理学院院长认为，除了落实分级医疗，健保制度嘛要做调整，才通改善医护人员报告的问题。药师的一个给付都是靠你调剂一张处方签，那你有多少钱？这个不对，整个从接受处方签。 到他要交的时候，他有很多专业的地方，比如说他有专业性的判断，那他还有咨询费用等等的这一些。我们希望赚我们的专业服务费，不是在赚一些业务外的费用。健保制度要改，就是在给付方面，我们是要重视到各个医师人员他们的专业服务的一个给付。病院指出，即摆已经无法度转去到药师无欠的时代，目前因有重新调整药师的工作量，某部分是靠调薪水、增加升等的机制。唔望甲人才留落来。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。